TVB 嗰邊嘅陳生有冇想出嚟？有好，主席你好，咁多位朋友你哋好，多謝你哋剛才發表嘅意見。喺眾多嘅意見裏邊咧，大家都好多時提到壟斷嘅問題啦，反公平競爭嘅問題啦。請呢位先生埋翻個位坐。呢位先生，多謝請翻埋位。問你又唔俾人問，咁你想點啊？又搞咁嘅公平，我喺度做 show， 你老味！呢位先生，請俾個機會。俾個機會 TVB 作出一個少少回應先好嗎？你陳志宏啊，搞埋啲咁嘅嘢，咩我坐大你個咩好過出嚟問好啊？對，呢位先生請問翻位。問又唔俾人問，你老味！咩人家在賴啫，亦都唔俾得問啦，陳志宏。學家係剛才大家提到壟斷同埋反公平自由競爭嘅問題。咁其實蕭若元先生掌管 TVB 嘅年代點運作，我唔清楚。不過我加入咗 TVB 呢15年嚟，我可以喺呢度講，我哋從來冇話過你同我拍劇，我俾個獎你，我冇講過，我亦都冇見過任何。你一直俾人踢啊，陳志宏！你有冇講過呢樣嘢？甚至有同事話你有冇講過話要用獎嚟換一個合約，合約換一個獎，亦都冇。其實，正如今日阿蕭先生所派嘅呢一個條文，第13、第14條喺廣播法例嘅列出，喺香港雖然冇公平競爭法，但係喺電訊市場同埋電視市場呢，係特別有違反公平競爭嘅條款夾咗喺裏邊，亦都有一段嘅時間。正如何主席啱啱講，係有特定嘅機制俾投訴人作出投訴，同埋將佢自己認為有違反公平競爭嘅事例咧係舉出嚟。喺過去41年嚟 ，TVB 不斷用好多嘅資源去培育台前同埋幕後嘅人。大家都知道，要一個幕前嘅人，特別係一個幕前嘅人，佢能夠出名、能夠成名、能夠成為一個成功嘅演員，係要需要公司好大嘅資源、好多機會俾佢哋演出去培育出嚟嘅。當一間機構、一間商業嘅機構請一個僱員，用好多嘅資源去培育佢，咁要求喺佢僱用期間唔為佢嘅競爭對手工作，應該係一個喺自由商業營運嘅社會係一個合理嘅要求。我相信在座喺度嘅你嘅僱主都唔會容許未得佢嘅准許，為佢嘅競爭對手工作。咁你咪壟斷晒所有嘅嘢咯，咪即係話，即係你俾碗飯同俾碗屎我揀，咁我要食啲乜嘢？即係食飯，即係任何人都有佢自己嘅權利同埋自由選擇同邊一間機構工作嘅，係冇人可以壓迫任何人有一個自由嘅去任何指定一個機構工作。我哋係喺一個自由公平社會裏面運作緊嘅。如果任何人士，包括我哋嘅同業亞洲電視，真係覺得喺免費電視嘅環境有唔公平同埋違反公平競爭嘅情況出現呢，其實係好應該大家係攜手將呢啲嘅事證舉出嚟，從而作出一個檢討，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嘅廣播事業邁進新嘅一步，有一個新嘅里程，令我哋能夠製造更多創意工業嘅人才，為香港發光發熱。點解你即快啲陰一陰住你收尾嗰幾年啊？香港大話！另外喺度個人嚟講，我特別多謝香港人網剛才發表嘅言論嘅嗰位小姐，我好多謝你對本人嘅錯愛。其實我自己個人嚟講，你欣賞我做一個演員，由頭到尾我都唔係一個演員，我只係一個工作者，最多就係一個管理層加埋一個演藝嘅工作者。我喺無線電視裏邊，只係為無線收費電視呢係主持一個節目，呢個叫做自雲飯局。至於喺其他節目，我代表公司出席嘅項目，佢哋採取報導或者唔報導呢，呢個唔係我可以控制到嘅情況。剛才呢位小姐，你係指我訪問鍾欣桐小姐嘅片段，點解會喺新聞報導裏面出現？邱騰華交碼稅做
報導嘅。咁其實喺第日嘅報章咧，唔少嘅報章都係大篇幅報導，甚至係頭條嘅報導。無線新聞，無線新聞，大家其實我喺上一次公聽會同埋立法會裏邊呢，已經係提供咗一啲我哋對大家認為關注嘅新聞，我哋作出嘅報導嘅事實同埋概況係點樣嘅啦。喺度我唔再重複。人哋舉牌你又影人，你個尾。喂，陳子華，陳子華，內冇干預新聞報導同時嘅編輯自主。陳子華，因為我哋相信新聞自由對香港係非常重要嘅。喂，陳子華，你話如果新聞唔好做出嚟。如果你話新聞係獨立嘅，唔應該你講嘢喎，應該揾新聞部高層出嚟答話喎。TVB 嘅陳，你唔可以代佢講嘢嘅喎。點解新聞部高層唔出過嚟講嘢啊？是但嘅。有啲亦都你唔俾我講，仲有嘢講㗎。表達得好激進，所有各方面嘅意見我哋都聽咗。代表新聞部冇搞錯啊！我哋都會記錄在案嚇。我哋做呢個中期檢討咧，亦都係